乡亲好，欢迎大家收看出面台会，我海丰小 K。我哋下到了安江嘅所在重点前哦，了大部系关系嘅牛栏河河坝，看到了个古桥路桥非常安江，了系关系前嘅古迹之一印度东运桥，了其行业咧老了大部因错伊个东清水嘅环境，平常时也看到有下多了大部往了。不过我们啲乡亲朋友地道么，了个对关系人来讲，东重要阿妹嘅河坝牛栏河，看起来有强烈么？其实今年3年。调改时间呢，因了解上街道突然改变个化工厂出火烧，所以重新了解消防个废水，就按用通旁排下来，了污染到好把水冻到个下工全部是强哦。其实也唔系单强提一摆咧，对了解财体居民来讲，有咱好个污染系调冲烟个，大单用先讲了解污染烟唔会天哦，了对污染个事件有用办日才个发生，所以关系财体居民见到公民个力量都红起来。记得为助心持求费，为赋予要求好好针对性来处理，了到水烟条污染排放嘅议题。出面台会见面来到新竹嘅关系前，找到大家共下来起教讨论两个议题。好，你下大家听恁讲条咧，都开讲个现场咧哦。杨皮为大家绍介里边，第一位绍介呢系新主人环保局嘅副局长罗时新，罗副局长你好。各位乡亲，大家好。听友那边呢绍介系绿色阵线协会的常务理事林长茂林大哥，林理事好。主持人大家好。第3位来宾，我们介绍是律师陈宪正，陈律师好。主持人各位乡亲大家好。当然，你关系紧张，紧张也来到现场。主持人各位关系的乡亲，大家好。欢迎紧张。你现在看下部嘅新闻报道。永远泰新90年的凤山区全长45.45公里，源头系土人龙潭，由小里区同国家水头的支流牛栏河提供水源。像系关系罗湖水源头前，20万公顷强有余的田丘，做下系头凤山区水来灌溉。蛇水嘅吼是了为秋水哦，很有名下呢，作呢哦，该用了为蛇山。土水年期的牛栏河本来咪系龙潭的农民主要的灌溉水源，但是自民国92年开始，去年台湾工厂排放出来欧洲水严重破坏水质。以前都จากวิศ报了，报但是佢都冇办法处理了这个事情。佢讲唔得去找，那新冠上个，天上有问题。呢個人望講住啊，咁啊下工學簽到啊，我哋4歲都會夾面去腳，都離咗來，冇相佢咧化工學，因為冇講，因為當年要上班咧。對牛欄河的水頭來看，只有化工廠以及服務能力的工廠，過後95年省用化工頭排 pH13的強鹼水，806年2月關西清水廠同配水點有2位發現離超標，807年3月13，利潤鐵龍潭廠開火，大量的發酵藥劑流入為河壩肚，造成河壩肚的做下死皮，還有只無看到的破裂掉。農民跟那些無奈何受到工業污染的後果。當時就開始2-3年是洗槍，就全部河壩全部破啊，全部都是泡啊！你看那個河邊全部都是泡，滿滿的泡啊。主要灌溉農田，其實往北小里區水源本工廠歐洲水污染了後，台灣水土水公司基金同持續口塞去小里區同鳳山區夾水，國家水頭大約200公尺嘅萎縮。牛欄河水乃係受到污染，天窗嘅經過連係持續口，但是水無色個無味，同下隻民眾乃無抵講自家啉嘅水已經出問題了呢。
其实安尼讲新竹改凤山海，这不是高雄的凤山溪哈，都新竹凤山海两条系东冲绕改好吧，只有560公里安冲吼。当然看到佮两条改上街改那个支流，看到就是安尼改关系改牛兰河，还有多两片改孝利海哈，所以两片系土然，两片系新竹，系跨然是改好吧啦。啊，像安尼改牛兰河都采提来讲去动铁片，佮改圈冲改冲突其实唔会动冲，台提5公里变了啦，吼，安用水下类。不过呢，这很特别说，佮几条河吧，全部都在安尼关系界境内，所以呢，跳过啊，大家关系人对关系界牛兰河系都有感情。为什么叫牛兰河呢？因为在清朝时代，就是在那个河的中段有设栅栏牧牛，所以按照牛兰河啦，吼。用办讲向庆为来保护两条牛兰河，系拄到马个问题吼。你来现场采题吼，这个研究牛兰河的达人来透过空拍的画面，让全国的乡亲先来对一下牛兰河都采题来讲，佮多大系一条用的应该好吧？牛兰河呢，它是那个凤山溪的重要支流哈。是。那虽然只有5.2公里，但是呢哈，它对于关系呢是非常重要的哈。那牛兰河呢，它的发源地呢是在这个铜锣圈台地。那这个铜锣圈台地呢，它在以前地质史上，它是一个冲积扇，叫做古石门冲积扇的一个部分。那这个冲积扇呢，以前也就是说以前的这个大汉溪呢，它不是流到现在的台北，而是从我们关西这边出海的。那老师，我们看到这个水的这个源头是在桃园，这边看到其实这边都有很多的厂房是吗？这是一个关系的不幸哈，因为牛兰河的上游，它刚好就是一个比较平的台地。那这个平的台地呢，很容易就被当地的地方政府呢，把它设定为工业区。然后我们就必须要承受这个从它上面排下来的水。老师，你说到上游是工业区，可是我们看到两旁有很多的种作，也有民房。是，那个是在比较接近河的部分哦。你看在这边就已经是那个工业区了。所以这是工业的厂房，离我们的河段自然水体就在这边，非常的近。所以两边你看都有种作水果或者是一些作物。茶种茶在这边，主要种茶。是。那老师再问一下，就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空拍图，我们看到说这个河目前它的现况会面临比较大的挑战，就像我们刚刚影片看到，为什么居民会怒吼起来说要守卫他们的牛兰河？河段大部分在关西，可是呢，它的上游却在桃园市。那这个桃园市呢，又以邻为祸。所以他们就把那个什么最污染、最肮脏的工厂，全部在我们的那个界限的旁边，我们边界的旁边。所以上游一旦有污染，中下游段就会立刻看到那污染的结果。是。好，先谢谢我们的达人赖老师。那到底这个污染的具体情势为永和兴呢？在地其实他们也有做长期的这个生态监测地方做了很多的公民努力。我们也来看一下，俩采题有生态协会的历史中刘重新刘历史中。我本身70人年是开始调查两条河坝哈，因为个生态地位当重要哈，是老大汉是有强中那在92年的时间，尸体的时间是有当到严重重，尤其个往下角，两百的事件地方呢是完全没看到，大部分像咱当内污染的该俩复数俩有3种地域科的青岛白污染事件地方全部没尸体，但是两百呢，随机突然间那个范围以下全部是死强强。像俩奶油啊，奶油，像俩本身俩好白凤山海好白，只清少咧，但是俩白全部是强强，像俩亚么嘟俩大浪的时间，俩嘟呱呱的佢俩是南浪的时间，俩白都未必调死的，像俩牛兰河系凤山海地方俩，出手马口俩爬过一等到啊，俩白就未全睇咧。你比例上来讲，日照全部延伸中下到，但是从93年开始之后，俩延伸中是减来减少。所以你跳下讲到，俩出体今年甲3年有污染之外，其实牛兰和跳冲年都接上会发生两种污染，是吗？现在呢记录在93年，工厂的污染是开始的。93年改摆，还有看到人讲的往下角。
哦，了到下晡95年，该沈阳化工污染的事件吼，还有看到，到了摆完全是无看到嘞。副总感谢刘理事长带来吼，给现场了解并甲全部系机七架所协助做的生态监测。刘代表，我先请问你。年内看到今年3月份，该水烟条突然改变发生呢，用该认为该流信上有记录尸体的按倒该礼拜该污染事件，你就系有老县政府也好，到突然市政府也好，持球会是轻轻抗议讲，唯有要求伊该调查结果是用办法。大家好哈，对于3月12日，那个利润特火灾啊，东岸部安东啊，出地，但是我天日7点半。嘿，叫个村长啊，所以叫里长啊，打电话报来，讲佢个会火烧，会负担到一年，你关系真系牛然好。所以我到个位置啊，慢慢8点多，我啱先大部分先做个反驳区，韩国那个清洁水，我中水长就要到係咪得嗬？啱先到之後，啱先是做立即嘅有水質嚟檢驗，所以檢驗出嚟係pH 啊3.3啊3.34安嗬。所以是比較順，當然順嘅東西，但是而家公布結果啊。不過我先做政府就好，拖真就好，而家當然，將講而家我去其實已經火燒12小時以後咧，將近13小時，而家是已經3.3咧，所以講佢公布嘅結果遲遲唔敢下來，總是包括我縣政府就好，我咪質疑，所以我要抗爭嘛，我縣政府我咪頭先先做我咪抗爭嘛，你總是唔敢公布真相咯，你當然嘅檢查，我就翕相咧，我就錄影咧。所以佢哋係講冇事情，他冇要件係安樣去嗎？冇要件啊，叫人家都是火星界面啊，缺氧死hết啦。那我咁咩啊？該3.3當然死hết啦。我們可能也要想到，其實就在前天，都突然這種化工廠起火燃燒的公安意外，好像層出不窮。在28號桃園的敬鵬大火，這是很不幸的事件。可是呢，它旁邊的樓蓋害煙屁呀，受到嚴重的消防廢水的污染。那桃園環保局呢，也在29號火災的隔天就去做監測。那 pH 值，哎呦，剛好也是跟人家劉腿表所講的。這裡的老街溪因為這個工廠火災，它的這個水變酸，水質改變，然後下面的這個魚群，這個都是在現場實地翕到嘅相片啦，哈。那個問題應該先請問你該副區長，突然是政府講，警隊他們一直在他們自己桃園縣政府的轄區裡面，他們化工廠這個火燒意外發生這個，所以他馬上就是去做監測之後，發現也呼籲了他們的市民，先暫時不要用老街溪的水哦，可能具有毒性、有危險哦，不管是空污還是水污，都要特別的提高戒備，甚至呢也是依照水務法來開罰。那一樣的事件就在前2個月3月份，在我們新竹港牛欄河也係發生一個事情。不過地方居民佢哋翕到嘅前期可能都會受到呢個污染。不過做採地方佢哋做先持球會認為講對呢個事情冇做交代、冇做研究、冇做了解係安樣去嗎？特任主席那邊講嘅吼，佢嘅 pH 值吼測出來有3點多，因為佢哋清潔劑吼，佢喺煙內嘅一隻 pH 值嘅範圍差唔多是3到5。啊，你條環保局即個是測嘅係幾多呢？我哋概念吼有提到佢個工廠損頭嘅落腳嗰邊有測3隻地方，因為佢3隻地方佢個水就都投到下線咧，有到還掹投到下轉流嘅咧，所以我哋未有測到3、4、5，都有咧到佢個損頭嘅水落腳測到嘅啦。該安尼是14號，該應是安尼灌系裡邊好吧，我就去檢驗吼，該應係時間，佢個 pH 值還係偏酸，吼，然後主要有2隻 COD 到個界面活性劑，呢2隻係超過規定嘅標準啦，所以咧，也是到按道理算係嚴重嘅污穢麼？佢哋超過嘅時陣吼，水底部嘅氧氣是會本佢用得起，所以嗰度就冇氧氣好做啲傷害。啊，你新竹縣政府冇管家去到，突然市政府抗議啊，做乜得按樣回到安尼啊？安尼就到去接受啦，因為公家單位咪做咩講故意抗議啦。哦，該安尼就。安尼都係用咗交通呢，保姆。我哋要添要求佢到吼，你夾到佢嗰邊工廠嗰度散後背嗰啲東西要散好，然後其他有違規嘅地方來處分。當然，安尼希望
航牌总的含有了事情就可能发生。不过，安尼有想要请问咱现场个乡亲啦吼，唔滴讲用个乡亲对那条牛栏河围攻，个条冲烟个污染，记到没有办法再忍受。今年3月的这个火灾意外，可能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所以早去处理一堆反烟系么？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民国这8年的时间哈，民国100年这个5月15号的时候，这一次是下很大很大的雨，是。可是隔天呢，却死了很多很多的鱼哈，这很明显就是厂商偷排嘛，借着雨势偷排，好，借雨势偷排。那还有一个大家可以看一下哈，所以你这边说到的这个借大雨偷排，死鱼绵延5公里这个现象是有没有夸张啊？没有，一点都不夸张。一点都不夸张哈，一直死到那个凤山溪交界的地方。是，那我先问一下，我们的榴莲河周边有居民在使用这条河吗？有很多都是像有人的从有人的鼻糖，啊，有人的吹染，啊，有人那个有人的舔，啊，有人的染。所以用改变个水的滚溃，啊，不过是安多，个水污染的，记到还系继续用啊。哎，所以你看，民国103年的时候，哈，渔家死亡。那边的地主非常非常的生气啊，他替他们办了一场超度法会，替这些死掉的鱼虾办了一场超度法会。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从民国100年开始，一直到现在107年，我们的水污染是越来越密集的状况哦。大家有没有发现，越来越密集了？是。本来呢，大概每隔2、3年、1、2年就会出现这种殃及池鱼，不是这里鱼死就是那里虾亡，一路下来越来越多。你们觉得发生污染事件变密集、变严重？对，所以这个牛栏河上游的厂哈，可能越开越多哈。是。当然，这次事件结束之后，我们到上游去看，其实还是发现它的支流跟主要污染的那个，它整个河底颜色是不一样的，而且它还是会有那个泡泡，没有办法消掉的泡泡。所以我也合理怀疑说，他们其实长期在少量排放，一直密集的情况底下，如果我们再不反应的话，只会越来越严重，只会越来越严重。好的，谢谢。我们听到在地方自治会他们的肺腑之词，谢谢你们。该问题我想要先请教林长茂理事。林长茂理事呢，在桃园、在新竹、在整个北台湾都做了很多水质监测的相关工作。我想要问一个问题：在早期当年的那些，比如说工业区的一些工厂的污染排放或其他的污染源排放，其实一直到今年来都没有中断过，而且它还是持续用它自己的那个旧有的排放模式在污染这些河川。所以其实我们的政府不管是在监测管理上也好，或者是我们也有水污法也好，是都失灵的，都不用管这条河川，造成今天这样的污染的情况是一直摆明呈现在眼前的，是这样吗？然后新竹县政府有没有去重视这个问题？如果说重视这个问题的话，如果县长的话，他们应该在行政院会里面可以提出来。针对这些问题的话。行政院会你可以提出来，因为这是跨县市的问题。那你新竹县的污染是来自于到底是在哪里，又是什么造成的？然后这些东西是不是有纳管？任何一个工业区，它必然要有一个污水处理厂，有没有纳管？没有纳管的话，是不是应该终止？因为之前的华映跟那个友达是到萧里溪去，造成。萧里溪的整个的污染，后来不是不能解决，是愿不愿意解决。往往是公部门没有去注意这些东西，事实上是非常简单，你就在它的规定的放流口去做一个所谓的监视的仪器，24小时直接到县政府，是桃园县政府或是新竹县政府双边的双端。的远端都可以知道这个地方有没有任何的排放。所以这个其实透过技术可以做。其实就我知道哈，在这次3月份发生这个意外事件之后，我们的新竹县长也写了信给桃园市长郑文灿郑市长，说这个一定要好好的来调查。所以做的这样子的努力，你觉得够吗？事实上是不够的啦。这个是根本没有法律效应的。如果说在你行政院会里面去提出来，然后请他有一个所谓落日条款，你哪时候要把我这些所谓的污染源断绝掉？是在还没有断绝之前的话，任何一个排放口，你要必要把我装监测的仪器在那边24小时监测。我不管你台风天，不管你大旱季，你任何1分1秒所排放出来的东西都可以监测到
我不相信这些人是罚不怕，而且水务法是可以连续处罚的。我问题有整理2个，想要请教我们的陈宪政陈律师啦。这种公安意外其实好像常常防不胜防，那都是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之后再来开罚单罚钱，这个它起到的效用是怎么样？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要请教你，就是说像地方的居民，他们发现其实水就是受到了影响，鱼虾死了很多，是他们看到的。然后居民想要来举证、做拍照、做记录也好，来去找出它相关的污染源，甚至在告发这些违法偷排的厂商，可他们都说困难重重，是不是有很多的问题他们自己做不到？这边你可以从法的角度来给我们一些建议。因为其实这个消防废水的这件事情，跟我们一般水污染防治法要去管制的这个所谓的工业的废水，它有一点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它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因为它不是故意的。对，应该是说它是一个紧急状况。它也不是说我愿意把厂房烧掉嘛。所以其实，但是因为既然它今天设置了一个工厂，它应该我们理性的来想，它应该要假设说有一天会发生火灾，那它紧急的应变措施是什么？那其实，在本件的桃园市的环保局，它其实你看它的新闻稿就已经有提到，它其实有要求厂方要用堆沙包的方式，防止消防那个废水溢流。好，当然它会去做一些要求它积极的这个紧急的应变措施。那有可能这个进棚可能它没有做好，好，因此呢，这个按照水污染防治法第30条的部分呢，直接用告发的方式来开罚，好，就是这是最高的300万的一个罚款。所以300万的罚款是到顶了啦，哈。已经到顶了。我这边问一下我们的罗副局长，我们的牛栏河受到污染，也是桃园市政府有对他们的这个化工厂有开罚吗？应该也是按照同一条法规会对他们做开罚。律师知道是吗？这个我补充说明哦，这个其实呢，我认为真的是对关西的居民有一点不公平啊，因为我上节目前，就昨天我上那个桃园市的环保局去查，他在4月25号才开罚。哦，你说3月份造成的那个污染？对，所以你他在确切开罚日期我不是很确定，但是我看到了新闻稿，它的标注的日期是4月25号。那显然他可能已经过了一段期间，可是不像这一次的进棚哦，它其实你看。发生不到2天，立马2天就直接开罚了，好，所以说其实我觉得是有一个落差。第二呢，牛栏河采体改关系用气用马该捆发加讲树 Q 也加了机会做讲出来，抢巧手。我家就住在牛栏河的河边呐，我的爱本身的感想的嘛个种，你无大概的你唔会感受讲两条河坝被污染了。两个洗体呢，你不会有这种感受，因为你有时间，你有距离的影响嘛，所以你对你来讲没有直接的影响。但是家就在水边的时候呢，下一位居民当菜果嘛个样，19點鐘呀天紅呀財人呀悲痛，嘛個水，你唔知啊？那水都是薄薄嘞。所以講啊，大家看到剛剛我們那個理事跟那個律師講的，電動可能5個洗體的時間啊。其實那個毒害已經在作用了，早就發生了嘛，所以我們有很多的朋友到我們牛欄河的源頭去看的時候，他說魚還會有，我說當然啦，今天得癌症的人也可以去唱歌跳舞。最嚴重、最厲害、最耐毒性的無鍋魚啦、鰲蝦啦、福壽螺，現在牆壁上不會長卵了啦。副兄感謝。嗰時候應該去年喺當過在石工廠嘅時間，環保局關係地方首長有冇通知大家？那是不應該設有的化工廠，尤其是化學工業工廠。水源頭為什麼會設化工廠？啊，你弄那一些東西，萬一有出事情的時候，誰可以負責？啊，那是桃園市政府的職權啊。所以你這個等於就是說，我們環保局地方首長、新竹縣政府，你要告知我們這邊，而且你在環評或者說這家工廠要蓋的時候，他們的污水要怎麼跑？你是說我們的新竹縣政府，我們在地父母官應該加強跟桃園市政府之間的溝通或監督力道？對啊，完全都沒有嘛。你看三家化工廠毒不毒？尤其是那個生陽，在我們一半的地方，水上的地方是。現在它往上移的時候有沒有？誰倒霉？我補充一下哈，這位大哥講到的這個是生陽化工，其實他在國內哈，他自己也有網站，說是這個做這種品牌形象的一個，他做化工就是化學廢料的處理廠啦哈，他也做一些保健食品。他本來是在你講牛欄河改種團，還都你改新竹關係，報妹呢，就是因為違反偷排污水，所以被我們的環保局
处罚，后来就关厂了。关厂要晒偷燃在龙潭，所以我们说如果他换汤不换药，继续排污的话，而且是在水源头排污，你们就觉得那个其实后患并没有解决，很安用心吗？完全没有解决，可能就是更加重。我们再来继续倾听公民的声音，我们就来请我们的镇长还有我们的副局长来回应。该旁信上，政府要横向联系啊，要做好来啦。你虽然要杀你俩化工厂哦，唔系得新主人，头人是爱水源头，唔过系得按新主人啊水源头啊。呢一件严重嘅事情，譬如咧拉屎唔可以睇睇嘛。錯嘛？應該要難好水淹佢到田點啊？揾白鴿呢？射衫係射衫，射菜係射菜，種菜係種田係。該也不應播出去，跟米買唔出現啲嘛？因為大哥講到一個重點，該個牛欄河短短的5-6公里停，不過其實佢個範圍啊，新埔兩片為影響到乜呢？該溜下來溜到鳳山市啊，個鳳山下出頭下新埔未到啊。窮人啊，逐筆新埔，出頭到海啦。感謝大家欣賞，師母。對下家家鄉親有會補充係冇？你個立場。反駁區係原來牛欄河看，人越引人越來。係。佢係唔係有咩講啊？個佢隔人咧，佢冇辦法。係唔係佢出咗大電話本反駁區，唔係反駁書，反駁書電話066666。地方政府冇法度做。你政府咧，我係老百姓。你講要通電話當係北通，那個佢冇辦法回嚟，前菜過，我關心人先做人員前菜過，是拖人員嚟ထုတ်水，拜託。感謝，該副局長，其實地方線上也談到，你自家也係關心因，從公部門嘅角度來講哦，你跨然世界這個河川治理，你都有拄到嘛個難題呢？其實呢片特別鄉親呢會提到吼，可能。自然是教界嘅地方吼，迄工廠嘅設立，呢一部分做得你那邊做得像到土壤那邊吼，長期俾你一道基本嘅治療，吼，安尼互伊了解未麻煩佢吼。你治療用納豆狗麼？忙死到一頭啦，因為一般工廠設吼，一開始會甚至其他單位性強，啊，佢嘅行業佬佢係。太細吼，就到桂田以上反駁區那邊將會關，唔係所有嘅工廠反駁區那邊全部會列關啦。其實咧，就到污染嘅東西吼，佢做啲幾年來嘅工廠去做乜嘅東西，會派乜嘅東西出來吼，其實全部要治療啦。除了治療，現在啥萬一因了好吧地位又幾多派出窮人嘅東西，嘅時節。呢就自然出來，經過業者來算。好，所以副局長講到說，他們可以拿到桃園的這個相關工廠設置的一些資訊，那也知道工廠大概會排出些什麼東西，所以以這個原料可以來追它排放的東西。但是這個管轄權還是在桃園，以後的這個監督，用得走，你係向這邊又想下想的門的啦，那邊想搶這個副局長來講一下說，說在未來。有沒有可能就真正杜絕像這樣子的排污的行為？該去土壤唔參與啊，因為就搶啊反駁書來填書啦。跨縣市在治理上的困難的無奈，我們先聽到。不過該警中該想來搶問啊，哈，才提供基民都希望一再的呼籲，就是說地方第一個。要能夠硬起來，在立場上、在態度上要有一個共識跟覺醒，就是說，這些水不容再污染，只是在技術上、在法規上，怎麼樣，它進一步去講的哈，唔好個污染下去。你部分人僅供所該立場呢？第一點，平常那條牛欄河有沒有這個污染的問題？你要水從你跑馬之間濕的濕唔得，第一點。你要水做得種菜嘛？你要第二點，第三點，你要飼養啊，樣板型的善後。當然，這一次利用它廢水物啊，當然也可能廢水物給排下了，這個叫特例。但是這個我們不要去管特例，我們平常是要來監控啊。平常我也希望呼籲環保局要多加強監控。那如果講平常的話，哈，幾乎1-2年就會發生這個魚蝦死一大片的狀況。現在當然已經死了，我們就不談。現在包含很多自救會啊，佢哋去投燃、去抗議，他們也有達成一個協議，就是在出水口的地方，哪裡就像教授講的，講啊，哪裡放一些。
监测器，有很明确的监测，不管你台风来也好，平常没有那个，我们要做一个监测。除了突然洗警服该片该管辖区域，可以走得进一步的在监测或者控管，或者在一开始设厂的时候都有更完善的这个配套之外，你采停音呐，哈，你是讲你采停音做得做嘛个，先透过合个样片，你过来好好探讨，七家做的都事情系嘛个，大家有用得做。河北河南南做海拍摄的坡，唱海龙拍的4-5头后面后坡坡胖胖。3月中，牛栏河上节利润鐵化公司出貨銷，當代發好肉子流入嘅河北度，但是頭日仍然還係唔知河北受到乜嘅污染。按多年來受到威脅嘅關係居民，決定自家建設救費寫抗議布條。新年25頭關係政公所投錢先試，而上北去投人市政府抗議。很多数据都全部摸出来啊，很爱没样子，都是放屁。头先讲，你走嘛，等下在巡验还有打过这个设立工厂。對長期污染牛欄河去年嘅上節工廠，居民要求臨時篩走，還要公布處罰嘅結果，但是得到嘅三係無加強管理嘅小區回應。地表該界面活性劑，然後一張 COD 呢兩張東西吼要超過標準吼。該呢啲兩隻東西只讓該工廠生產的東西也有關的。環保局也會將相關的一個結果哈做一個彙整。那如果有需要的話，我們也會依照公害球場的一個程序來協助民眾進行球場。市政務委員哈施國勇先生係要嚟發言啊，佢有講啊，希望咧機會留咧經濟部環保署哈，全部機會直接來報告。還我真相！還我真相！居民無桃園市環保局10年嘅時間公布調查結果，那麼講我發起更加大規模嘅抗爭，短短時間之內，司法通按多年社區人措施認為，得到做下係國民力量帶起嘅。所以我哋沙田揚州總是又開始從一個社區公民的審議的會議開始推。就把我們關係的這些夥伴分成4組，那這4組每一組都有不同的責任。那其中有一組就是自救會的籌備組哈。那我們自救會籌備組這一組就在這2-3個禮拜之內連續開了好幾次會。污染事件了後，公部門無自己嘅做法變做九九原因，本來只有天氣同氣氛相伴關係，更加好居民真正嚟決定提出來，而同污染源局出去。好，馬上個看到見到阿妹個好把牛欄河嗰繼續按用污染下去，當明年做呢兩個污染事情嗰發生，所以提供助先的兩個持救費，其實唔單講持救費啦，外圍個財體居民大家都感同身受，希望吼為從行動來做到保護兩條好把個那個市區吼，所以呢才去。記得也提出了還我乾淨牛欄河的成型書，所以記得提出了時態嘅訴求，你都搶兩班持救費嘅費種嚟讓你說明。認為當時我去看來東西，我翕來上嘅東西，我現場看來，然後確實沒公布，3月13號沒公布。那會長，剛剛副局長講了，做了調查。14號以後啊，他調像桃園縣政府都不過14號以後的報告出來啊。那正常的時候你再調查，該13號或者12號晚上比我們更早的，他應該是有測試。那及時的狀況還沒有被得到。他不敢聽，沒有公布，為什麼不敢公布？就是他剛才講的，其實超過3，你搞不好3以內都有可能啊。所以我你要用公布來真相。這個真相公布出來，大家才知道說有毒沒毒、強酸或強鹼，大家要了解。啊，所以我們正常講的，那種的蔬菜那是水果，誰敢吃啊？自己不敢吃，還賣給別人，誰敢？我們要說你公布真相後，你按照它排的酸鹼度或它毒素啊，要怎麼樣去對廠商求償？廠商求償，我們不怕勒索哈，要替我富裕，要替我這個農損的地方，要怎麼去補償他們？重點在於污染的杜絕，好，所以這是你們要求的。我們第二個，我們要求廠商要由公部門去給他求償啊。第二點，第三個說，我們下次你有再偷排，因為以前做時常偷排嘛，時常被我們發現到嘛，我們發現到已經第2天、第3天以後，那就被環保局抓到，那抓到這個人是不是像以前的，馬上立即斷水電就給他停工？這個土地是一個窯業用地啊，窯業用地是什麼丁種建地？那窯業用地，你是做手工的所有工業，我們都可以接受。你就是把那個化工廠，那是應該是甲級處理廠，要到工業機器的工廠，你設在我們的水源頭，所以讓人家的
砖窑厂这边，那砖窑是以前是做泥砖，我们盖房子砖窑厂，你废除了这个政府的政策有关系，是涉及到中央的哈。是。丁种建地要变更为工业用地的时候，是不是它要限制它不能去做化工用，不能做污染事业用啊？尤其像电镀厂这些，你不能有这个用。所以我们要他辅导，他这个现在的化工厂是不是在3个月之内做一个计划？你的工厂有这个污染的，是不是应该做一个污水处理的一个设备来公布真相给我们乡亲知道？这废水你有能力去处理这个废水？是我想说这个东西你应该3个月做一个提出，每一家的一个报告出来给我们看。是，谢谢。我想这个的话是我们的一个诉求在这边。在河的这个就是上游或水源头的地方盖这个工业厂房，到底适不适合？那一旦盖下去了之后呢，这相关的这个内部的排污设施或废水处理设施，是不是应该有更完整的配套？甚至未来在规划，我们在想那个工厂要这个开始新建的时候，就应该有一套完整的这个厂区的配置图，或它的一定要有这污水处理的能力。那再来一个问题啊，就是提到刚刚乡亲也想说，这个罚则再重，不是在于要这个情感上的勒索，而是希望可以起到警醒跟杜绝的作用。所以照我们目前现行的水污法来讲，这个我们的台湾的不管这个法的结构是不是够完整，不知道大家有什么看法？这2个问题我分别请教来宾，我先请教一下林理事。事实上，在桃园大溪以前发生的时候，后来就把它要求把这些污染的工厂移到它的特殊工业区，它有那个能力去处理这些污水的，而且不会影响到下面优良的农田跟使用饮用水。它整个使用分区的话是属于丁种建筑用地的话，也不得从事这些重污染的这些行为，而且这些重污染它有没有污水处理能力？它根本没有。诉求也有提到说，如果真的在恶性偷排或造成严重污染，就应该有停工或关厂。像这样子，有可能是我们也可以去做的一个方向吗？事实上有没有去要求啦？如果说极力的要求的话，县府在那个院会里面去提出来，去要求中央去要求桃园，否则你新竹县政府没有能力去要求，新竹县政府没有能力去要求桃园县政府嘛。你可以要求在中央院会里面达成共识，把这个东西给杜绝掉。是。那我们的陈律师也常讲哈，这个水污染比起空气污染哈，有时候真的在实务上更难抓，所以他们常常讲说水污染举证之所在怎么样，败诉之所在了哈。我们请教一下这个陈律师哈，那我们提到哈，刚刚如果说这句会地方公民提到，如果你再一次的这个恶意排放废污水，我就是希望能够起到你严重的罚锾，甚至就可以让你关厂，就是迁移那个厂区，这样才能够永绝后患。所以，我们从水污法修正的重点来讲的话，其实不管是把它的禁止行为提升到母法的位阶，或者是强化它的刑责的规定，甚至提高罚锾上限，还要缴回不法利得，整个面向看起来对这个厂商未来在违法经营都是难度很高，他们会越来越难做。可是呢，我们看到地方的实务是说，他们自己要来这个举证也好啦，哈，或者是环保局其实稽查人员是非常辛苦，那不是一个鸟语花香的工作环境，所以他们稽查辛苦，人力不足，所以怎么样才可以让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些表面上是合法经营，但私底下到底有多少的暗管，多少的绕流排放，多少的过去的旧的开发模式底下的那种游戏规则去排放那些废污水的状况，可以终结，透过我们的法，透过我们的监督。其实我们如果从这个水污染防治法来看哈，在最近这几年，包括连去年哦，这个已经是上一次的修法内容，去年还有提出一个草案哈，要把那个罚锾提高到3亿。3亿。可是各位发现一件事情哈，就是说你看罚越多怎么样，污染却越严重。为什么？对，所以其实重点其实这个大家就会发现这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其实我们现在因为鼓励经济发展嘛，所以说其实很多的产业的它的成本，它的内部成本，其实都由我们这些外面的人来承受，叫内部成本的外部化。这其实是非常不合理的，因为它并没有把它的获利提供给我们啊，那为什么我们要去分担它的成本？所以其实有关用我们的牛栏河水来稀释他们的毒水。对，就是变成说我们要去承担它的后果，那获利的却是别人。这些监测的仪器应该其实是要由厂商他们来自费来处理，而不是说用我们公家的钱
去补助他们，因为这其实是一个本末倒置的一个情形。那所以我们的相关公部门能够掌握到的，就像副局长讲的，我可以知道你生产的料生产的东西有多少，从你的原料去追你会排放多少，你怎么做？因为你的暗管我不可能打开工厂去查，我不知道，但是我从这些数据我可以知道你会产生多少量来追。那目前我们有做到这个程度吗？这个其实目前比较少看到，老实说，因为一般来讲都是在出事，比如说有发生比如说有人偷排放氰化物，那可能下水道工人一下去马上就晕了，他因为中毒嘛，那吐出来可能死亡，那死亡法院就一定会去追这件事情。是，那可能有到那个时间点，大家可能才会积极的去追查说，那到底是哪一家排出来的。那就会很细的去检验，但事实上，因为我们的其实工厂的数量也多，然后分布也杂，那以现在目前公布的能力，要每一间都做到这么的细，是有实质上的困难，所以我会觉得应该是要把这些成本回归到厂商去做支出，这样他们才会去。就是说比较积极的来处理哦，从源头上来管理，要不然真的到了末端罚不胜罚。咁啲乡亲朋友吼，通道掠下吼，对，你甲扭咱好，你大家做得做嘛，甲乞丐又嘛甲上翻，也掠下西建亏逢本大家。我们来请彭中奇彭先生。我想补充农业的这个部分的话，关西镇的话，农业是我们最主要的那个农产品输出，然后带来的收益，这是很重要的。那其实农产品的栽种最重要的就是阳光、水、土壤跟空气嘛。那最重要的水间接影响了这个土壤而造成了污染。那这个所带来的，我不知道说这个事件它的影响会扩大到这么大，因为它会有饮用水嘛，渠道做饮用水去做浇菜，去做养殖的这个部分。非常感谢你嘅欣赏，你抢错。该立种含奉品，你臭年公母要紧。像特别係河壩，半夜水就濕的，我下朝嘛開水，河壩開水濕的，然後氣都唔敢撇啊，有味道啊，有味道啊，可能會僵死啊，所以講啊，希望政府哦，要徹底嚟改善好呢個污染的工廠啊，譬如把它遷移到重工業去，樣子唔會影響到你生活啦，你表面的生活。好，結果該錄音加工，以前在牛欄河洗菜啊，那個蝦子還會來夾腳啊，哈，那是挑狗。不過兩下呢，都變得冇強容。那像華映友達在蕭里溪的上游，這兩大的這個面板的大廠，它都可以零排放，做到零排放。那我們在牛欄河在桃園的上游這些化工廠，能不能做正面的整頓跟盤整，然後再一次杜絕污染呢？好，過來搶下邊個公民的反應。牛欄河係非常嘅對。4年開始聊到10度底下，我也冇呢塊關係。你非常強嘅河壩，你也未清強，你也連魚都強，實在痛心。那水源頭做嘛做本佢做到10度底下，人嚟工廠，非常係強烈嘅反對，我向佢傾走。希望公部門也好，也係希望按照大家要共同一條線，然後佢哋水源頭係。所以把學生都去牽走，希望可以一勞永逸啦哈。不過你要做得到嘛哈？過來搶你個欣賞。我都桃園人，所以4月25嘅時節，記得我上桃園抗議。錯。本來感覺講，做印度尼亞縣下政府單位公務人員，對事情呢嗬，嘅看法冇關嘅事情冇關係，送嘅啫，盡量送。副局長講，大陸係人治嘅社會。迄兩個台灣當錢，冇你人治嘅社會。睇到人治嘅社會，人治下有法治，人治事情再處理好。台灣係法治嘅社會，法治下無人治，係咩樣嘢？做事情兩個冇關係。嗰個事情我唔知哦，我要嚴密監督，而且應該辦部局嘅副局長當場都講嚴密監督，監督結果有乜嘢呢？環境如何冇好，平常點講？我專關事，我當我去市場。市場就話講個老白米賣鹹菜，你就看到7、80歲賣鹹菜，身體當健康。身體健康做乜呢？佢種菜、開水田，自家做鹹菜。錯。我冇聽到人買哦，但是我看到關係善良嘅一面，看到老人家我心中當歡喜。但是呢，政府想到嘛，當你的老人家佢冇平等嘅時間，所有嘅資源
迄咪当健康，家庭迄咪当烦恼。最细的地方看，你到老百姓对社会的贡献有无动态？但是呢，你到为了工业生产，为了赚钱，当然经济发展，要赚钱。但是赚钱中呢，其实所考虑到係乜嘢？錢賺錢，錢賺錢。非常感謝。所以人民公民團結嘅力量就極強，政府看到就會有相對應的政策。那我想要請教我們的羅副局長，到底啊，你個環保局，你個縣政府做得做乜嘅？剛剛有提到巡守隊的一個問題哦，我們可以再成立一個巡守隊。那我們公部門這邊可以提供的資源。每年是會有一個計劃來推動這個巡守隊，我們會有適當的資源，還有一些教育訓練，好來讓我們的巡守隊能夠成長。那他們抓到的證據或者是他們採樣到的結果，可以起到什麼效用？這個部分我們都可以來做教育跟訓練啊。那另外像現在巡守隊，我們在巡守隊架構下也搭上我們那個環保檢查體系和警察這個平台裡面，那個平台我們直接都有LINE的通報，那你只要哪一個巡守隊在你的一個巡視範圍內發現有任何不正常的狀況，馬上丟上來，我們第一時間就會知道，馬上就可以去結合相關的人力一起過去做處理。你看到吼，其實你下採的上面已經提出來講，就是那個火把水改污染吼，佢帶來個連帶傷害可能是整個，不只是在我們河段的自然水體會受污，其實包括底泥、土壤、地下水、講水呀，還有河海交界到我們鳳山溪整個往這個大海流去，其實都會影響到就是清水、農業跟食安。那個部分吼，可能也係為了個那個關係採的基面，佢都要注意修理吼。你選了搶羅世奇、羅立總也好，特別的潘發通。當年都讀到，按江的河水、清的個河水本身污染到，他個親心痛心，個河壩都看得破破胖胖，尤其禮拜剛好辦牛欄河音樂會，我們看了很痛心，看到很多人在撈泡泡、撈死魚。那我覺得真的公部門要站出來，現實很殘酷哦，很對比，很強烈。是的，非常感謝那個欣賞，你搶錯。該你搶羅光先生。從小看到大的牛欄河已經變得很多。該上班是頭先羅世奇理想講誒，是看到破破胖胖嘅攝影師都該去唱歌，該做市集。我覺得那是一個非常諷刺的畫面啊！看到是很痛心啊。明明是桃園那邊的污染，為什麼我們關西的人要受害呢？我們住在這邊，以前游泳啊、釣魚、釣蝦的都在這邊，為什麼我們好像是新竹縣關西鎮好像是一個次等公民，就是任由他們在蹂躪嗎？謝謝。好，非常簡單而且有力的發言。我們也從新竹這邊過來的哈，我們還我乾淨河的這個媽媽行動聯盟的代表今天來到現場。排污的這個問題啊，我想要說一些我們的經驗，就是我們去跟環保局反映的時候，我們去拜訪環保局，他們都會說，啊，工廠都有自主管理啦，他們的那個水一定是合格才能排放啊，我們也有抽驗啊，這樣子。可是，在我們有一次去鹿寮坑，就是探查那個工業區的時候，我們親眼所見，就是那個鹿寮坑工業區那個明星光電，它現場就排出那個污水，那個水非常的清澈，可是那味道是非常非常的臭，我們都不敢就是靠近，就會馬上要離開。而且環保局都說啊，我們都有抽驗啊，可是當時排放的時候並沒有人在旁邊吶，環保局並沒有人在現場的，對，所以抽驗並不能解決污染的問題。好，只有移除污染源，要設專管排放，然後不要讓任何的污染源進入我們的水源，才是根本之道。謝謝。好，非常感謝大家鄉親朋友從新竹內改佢都有看到嘅觀察，還有其他鄉親朋友要反映的嗎？我們先請賴傳莊賴先生。很多疑問哈，包括剛剛環保局副局長講的，還有連桃園的所有的資料都沒有。每次來做很多的檢驗結果以後，真的都石沉大海。100年那一次，我看到環保局第2天來抽樣檢驗，我說你們檢驗什麼東西？檢驗水質，我說水質是流着走的。
前一天已经全部死光光，你第二天再来做检验。现在我终于听到环保局副局长讲，桃园的里面所有资料你都没有，你检验结果你拿到哪边去给人家用，根本都放屁。既然那边是属于第4等的工业区，我觉得不要再透过政府了，我们就到环保署去讲。你既然第4等，怎么可以在那边设化工厂？就应该像他们讲的，你这些化工厂就应该到专属地方去设计就好。对不对？我们就直接讲你的法令规定完全不合格，你为什么我们还在慢慢的在谈，慢慢的在透过你们横向联系，再来一点一点做，根本都没有用。后端的监测你们不信任，东西很清楚，就是说你这个地方不能设计化工厂，你为什么设那么多化工厂？但我们就直接去拿环保署，就直接给你，不用透过什么县长的联谊或那些，我觉得不需要讲，因为政府很清楚这些法令就定在那边，为什么要透过你慢慢的在讲？是。对不对？我觉得我们就应该乡民联合起来，我们就直接上去找他就好了嘛。对不对？我们是就像今天台北讲的，我们不违法，对不对？我们做法律当然是我们不违法，我们就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是我们的权利，我们要去做。那个大姐讲的，这应该是零排放、零检出，连这个水都不应该跑到河里面去的东西，怎么搞到后面它也可以排放到这边？我很想讲，那天在讲，我把那个牛湾河水煮出来给你喝喝看，我把水煮好了给你喝看，你敢不敢喝？如果这个都煮好你都不敢喝的话，那我们想想看，我们关系多少农田全部用那个土地，包括我们所谓吃的阿婆他们在卖的菜，我们全部都拿来吃，是稻米、酸菜，什么都是在这条河上面所产生出来的东西。对不对？那讲来讲去讲吧，都是废话嘛，就直接去不应该存在就不应该存在，就这么简单。就是大家上，我们全民真的大家一起上去。好，感谢。所以累积出来的那个绝望哈，在后端这个核酸污染上的各种监测的数据啊，那些已经不信任了。现在只有源头来解决它的分区管制问题，就是因为水污染的这个纠举发非常的困难，但是水污染的影响层面又非常的深远，知识体大。所以乡亲朋友们谈到最后，就希望说，其实问题应该回归到制度的设计面，可能不适合在这边开发的就是不适合在这边开发。像律师讲到，其实这种水污染的监测问题或污染问题，在全国各地或者说全世界举世皆然啊，所以那个水污染的防治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律师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到说，其实在这个水污染的防治上，我们应该有更深一层的形式。我在这边其实我非常的感动啊，因为其实这种公民参与才让政府真正的了解到说在地的问题。因为就像各位刚刚讲的啊，其实很多政府官员，甚至他们中央部会，他们不是住在这个地方。那刚刚其实有讲到一个很关键的这个国土计划的一个部分哦。事实上，这个东西从上次送进立法院行政院已经谈很久了。那其实里面很多关键的政策，包括农地农用，还有就是说，到底这个农地上面现在已经有的违法工厂，要不要就地合法？其实我相信这个都牵涉到很多的利益。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如果他们继续存在，事实上它会影响到我们周遭的居民，而且这个会扩散出去。因为就像刚刚在地的前辈讲的，你这边种的菜，我们桃园可能也吃得到，我们台北也可能吃得到，大家都是共同体。对，我们是一个共同体，所以说其实这个东西我们要一起去关注，而不是只是单纯的一个，因为其实这虽然是一个点，但事实上它的影响是很全面性的。那有关于刚刚提到的法制面，除了水污染防治之外，其实包括刚刚讲的这个农地农用这个区域的计划，其实这个都是有相关联，而且是要有一个配套的措施，是来全面的管理这样子。所以这个议题污染议题要回归到这个源头，整个的重新制度设计。那最后理事，你看到这样，其实北台湾好多的这种环境污染议题，对于今天牛兰河在地的公民，因为已经忍不下去了，所以发出了这种环境维护的怒吼。今天之所以说有很多问题，到最后是需要乡亲自己站出来，就是表示我们的公权力不彰。然后我们公权力的不彰的话，从中央到地方都有那个责任。那也恳请，我们今天所面对的这些问题，新竹县政府能认真的去面对，然后去解决这些问题。谢谢。你下度咧为真紧做事情该细节咧吼，因为系讲唔做，强怕为了全部会向下沉沦，整个赔进去，所以你下度咧相同该细节，当然公民该诉求、公民该力量，你下亲问大家困到，也希望相关该父母会喊开严条，好好咧进行面对了解问题。以上系出面台会对到关系讨论了解牛兰河污染议题，非常感谢大家收看，你下个礼拜再会。